啊，第1日，不是第7日。礼拜天是第1天，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咱从第1日来献给上帝，来纪念上帝的国话。好，咱收回来唱，圣诗信息66首，这首大家拢足熟万米三角，自真欢喜，爱是记载伫诗篇148篇出来咱同齐来唱第1节就好。来，万米三角，自真欢喜，我歌上帝最下允许。咱今日平安，伫礼拜开始进行请大家先平常心做手机啊关机，在平常心进入今日礼拜。
请走人。主啊，为你开我的喙唇，我的喙就要报用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这呢，若爱，我就要献。小济你也无欢喜。上帝所爱的这，就是忧伤的心。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见伊。这是咱来吟圣诗第66首，万米三角，自极欢喜，请大家起立来吟。Alleluia,
道圣经来告别家己信仰。我是上帝，在你内创造你的主宰。我是亚瑟领导，上帝就是命，那就是一切信心打开，你在这个马家之时，你会有两个女孩情况，历史的是那种永固，这上帝历史两个过往，今天大自在你的上帝话语，你的两个情况发生是啊，我是信心，是不动到位，是我胸口最下面有结果啊，另外的画面，阿门。请坐。这是请来编开体验文，体验文的第12篇，就是诗篇的第46篇。请着请来同齐来体验。上帝是阮多闪的所在甲困难，水地虽然变迁，其中的水虽然活活好也淹，有一条河，伊的规则，互上帝城欢喜。上帝迄中间城的确无摇动，异邦活活好，上帝出伊的声，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咧。来啊，来看耶和华的所做。伊互高前线到伫地底，展长枪，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咧。只请三角暗下来祈祷。向阮提备万军的耶和华，全能的主，伊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永远伫地，而且有丰盛、慈爱、怜悯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的恩典甲疼痛，因为你的救赎，将你的独生囝救主耶稣赏赐世间，互伊若信伊的人无灭亡，连到得着永远的性命。总是主啊，阮也爱着谦卑痛悔的心，求主来接纳。为着阮的过犯，为着阮叛乱、看重俗世的名利，为着阮失去当初甲你利用的心，无定定温困来服侍，为着阮无注意关心别人的需要，背记你的疼，才种种的罪，搁一摆将你定于世界。主啊，求你赦免阮，为你的宝血压卡，除去阮的见识，阮搁一摆有换心正气的时，帮助阮注视你，用清气的心来服侍你。天气渐渐寒，圣诞的节日要来临，全世界拢咧用各种的方式咧庆祝。当囡仔咧期待圣诞礼物的时阵，当一年人参加各种的圣诞的聚会，欢喜咧啉食的时阵，主，你为着阮摒空一切，诚做赎罪的羊羔，伫伊的倒伫马槽内底，用上平凡的出世的方式来开始你无平凡的一生。这是阮也特别咧为着圣诞节一切的好恁的活动时间，感谢你兴起真侪的同工。阮知你要大大来使用阮，无论啥物工课，拢爱为你来发光做盐。阮知你看重阮尽心付出的一切，并且要伫暗中来纪念阮所做的工，佮你使阮有智慧来规划你所交托的代志。
互所有团体小组会当尽实伊宣告的事工，互所有会友同工用敬虔合一的心志来服侍。互即摆圣诞节一个活动，真正会当从南口教会互社会的人看见，来接近，透过活动进入教会来明白你。阮将所有的事工交托伫你的手，求你亲自来带领，希望咱所做的拢是合意的旨意。主，只是阮也爱为着身躯白疼，亲人有死失，工作事业有困难，因际关系受阻挡的会友来祈祷。所有人看起来无毋满的代志顶悬，拢有对你来的问题。主求你来亲身带领头前的路，求你失落安慰的心，补助阮的欠缺，诚侪丰富。即时，阮也要同齐用主所教示的祈祷文来祈祷。来听受上帝的话，请咱来掀开圣经，圣经节记载伫约书亚记的第23章甲24章两位哦。第13章的第14节到16节，14节看我今仔日咧行世间人所着行的路，恁一心一意在耶和华恁上帝所应允赐互恁的话，无一句落空，拢应验伫恁的心上，其中无落空一项。耶和华恁上帝所应允一切的福气，怎样临到恁的？耶和华就要照安尼，互逐项会知的到伫恁，直到伊灭无恁耶和华恁上帝所赏赐恁即个好的地。恁若违背耶和华恁上帝所命令恁的约，去服侍别个上帝，跪拜伊，耶和华的生气要对恁发出，恁要紧紧灭无伫伊所赏赐恁好的地。第24章的15节，若是恁掠服侍耶和华做毋好，今仔日恁就用恁所要服侍的，或是恁列祖伫大河以前所服侍遐个上帝，若是恁所徛起因的地阿摩利人遐个上帝啊，轮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圣经读到遮，只是请圣歌队来倒来赞美。
讲道的时间，请阮两位牧师，伊的特别是伊所事的是罪，请牧师。两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会当互咱伫主日三角主日，伫新庄下好势第礼拜天三角来主日，感谢上帝引带咱带领，互咱虽讲即几礼拜天气毋是真好，嘛天气渐渐咱会当感受着迄个冬天来的感受，所以求主来保守，帮助咱兄弟姊妹会当透过伫主日的礼拜。三角主日，而且毋茫期待咱会当有一日以后的礼拜堂拢坐满，大家来敬拜祷告主。要开始进行，请咱三角按后来祈祷。遥远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互阮会当经历每一个无共款的季节，帮助阮伫阮生活的所在，有上帝你真水的照顾甲安慰扶持。献上阮的感谢，一年咧过真紧，已经进入11月份的日子，阮就准备来经历2025年的经过。感谢你的上帝，你赏赐祝福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今仔日阮要回应你的听，来到上帝你的殿院，
兄弟姊妹互相伫遮来请安，反搁较知影要安怎样回应你的囝。感谢主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有即款宣扬上帝国福音的使命，互阮会当知影你真正是啥人。要开始之前，感恩我求奉主的圣名，阿免。好，我用即个题目，你所事奉的是一水吼，是啥人是一水。透过约书亚记23章以及24章这两章的14节、16节以及15节吼，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这是约书亚记最后的一篇啦吼，最后一篇吼，所以感谢主吼，我主用一系列吼真长的时间在讲约书亚记。伫遮嘛要过一段落，所以最后今仔日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也就是约书亚伊得要过身啦，得要离开即个世间，伊将以色列百姓调入来，语重心长要甲因讲话，所以头一点，咱先来看真正认捌上帝。才会真正侍奉伊，安尼来知影，真正认捌上帝，才会当真正侍奉伊。所以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我相信咱一生拢咧侍奉。所以问题是，咱所侍奉的是啥人？有拄时咱礼拜日，咱来做礼拜，咱就会当看出来，咱会当知影这是真正咧做代志，还是咧佚佗。约书亚到年老的时阵，伊对以色列百姓讲一句真重的话。这个话就是咱拄则圣经捌看过，大概是安尼啦。我看，我当要行世间人所行的路，意思就是你要离开啊，要离开这世间啊。你一心一意爱听上耶和华恁的上帝，伊应允恁安怎？伊应允恁。的好话一句也无空。约书亚记23章14节，安尼记载。即个兄弟姊妹，这是一个老大人的欢呼，的祝福、欢呼，是伊得要过身进前、临终进前对百姓讲的迄个心内话。伊无讲家己的功劳伊无讲，伊无讲安怎样要演耍伊家己的名声。伊讲的是，恁着会记咧即个守约，搁有啥？搁守迄个慈爱的上帝。守约搁慈爱，甚至有公义的即个上帝。约书亚特别吩咐千交代万交代，因为伊知影以色列百姓，因伫埃及生活也好，因伫旷野生活也好，因进入迦南地咧生活也好，伊知影以色列百姓因会出啥物款的毛病，所以伊一直不断伫遐咧提醒遮个以色列百姓。所以咱若回想以色列过去因的历史，咱就会咱就会知影讲上帝是带因出埃及。所以以后些人有问讲，些人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咱爱会记咧应当是啥？上帝。好，出埃及，过红海，经过旷野，进到迦南地的即个主上帝，这是一切的主宰，拢毋是人的规律、人的能力，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信息。所以，若无有上帝的看顾，因早就死伫个啥？死伫个旷野。若无有上帝的看顾，咱即个礼拜堂袂徛起伫遮尔久的即个时间，50年的时间，咱说到68年的时间，礼拜堂差不多50年的时间。若毋是上帝带领，咱信仰的前辈伫遮努力打拼，无论是奉献。无论是代祷，无论是宣扬上帝国的福音，伫迄个过程中间，若毋是上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是真重要一件事。以色列百姓因可能会回顾过去，但是久久因就会过去，拢爱被提醒。所以这是毋是人的能力，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信息。所以若无有上帝看顾，因真正早就离旷野死。迄才是互仇敌伫遐对敌，
要进。所以真正的侍奉，毋是我应该去做，也毋是我惊要互责备甲做，乃是出于对上帝恩典的回应。所以，咱若无有真正真认真来认捌伊，侍奉就变成做咱讲例行的公事尔。我伫礼拜日就来遮，后周间的聚会我就照常去，就安尼尔。有外无然后外貌无有心灵，有外貌没有心灵，有外无无有心灵。所以有拄时啊咱伫聚会，咱伫服侍过程中，敢若是安尼无用心无用参加聚会、出席聚会，做了真侪的代志，但是内心却冷淡，失去对迄个主的疼。我就是照安尼来做就对啊，就是安尼尔。所以真来兄弟姊妹，真正的侍奉，头一个问题就是，我认捌伊是水。若我知影伊是拯救我的主，是我一切福气的源头，我的侍奉就毋是有压力，是感恩的表现，感谢的表现，感谢上帝的表现。我的侍奉就会由头到尾，我的侍奉就会看到无好的事。诗篇110篇有讲，我摕什么报答耶和华我所想事一切的恩惠？即两兄弟姊妹，你摕什么报答耶和华所想事的一切的恩惠？咱摕什么？所以真正的侍奉是感恩的回应，毋是迄个律法的要求。你爱安怎，你爱安怎，你爱安怎，以色列百姓因就是安尼，像以色列犹太人，因就是安尼起来。所以你看，甲现主事嘛是共款。所以真来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真大的咱爱反省。约书亚记最后这两章，看起来真叮当，但是这真正是约书亚要甲进耶路撒冷这个以色列百姓要讲的，语重心长，语重心长。好，对，叫咱来看，人心真容易偏离，敬拜偶像的危机。所以约书亚伊真清知影讲，人的心是浮动的，人心浮动，人心真容易偏离，所以伊警告百姓。伊警告百姓安尼讲，约书亚记23章16节，恁若违背耶和华上帝的约，去侍奉别个神，拜因耶和华的受祭要恁来发作，恁要真紧对即个地安怎面目？你看一个人要离开，一个人要走的时阵，伊特别语重心长，安尼甲遮个百姓讲，甲伊亲爱的人讲。所以这是严重的警告，因为约书亚知影讲，以色列百姓毋是无经验过上帝的恩典，你我咱拢共款，是毋是？咱拢捌经验过上帝，经历过上帝的恩典，是经验过，因嘛袂记去，但是有拄时啊，可能真正会袂记。所以人的问题，将来毋是无知啦，是知影无去敬畏。知影无去敬畏，知影善恶果袂当食，但是安怎无去敬畏，无共款去食。讲着嘴讲我要侍奉上帝，但是心内面可能早转去侍奉别项的物件。即个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嘛是共款。有拄时啊，咱拢伫礼拜的时阵、临时的时阵、祈祷的时阵，但是真正内心咧侍奉的是家己。家己爱民主，家己爱安全感，家己的成功。拄则信息66首，咱咧用的时阵，我有听到无啥真侪的声。咱来看一篇影片，咱来看这个影片。这是豆豆先生，伊嘛在吟诗临时学了主，来咱来看。
差不多抒琴单的最后一节的时阵，大家甲徛起来，有的是一开始徛起来。拄则即个多多先生礼拜教会咧聚会要唱诗歌嘛，伊唱诗歌的时阵，伊就先徛起来，伊无注意到即个整个环境、整个整体。我对甲伊伫咧迄间礼拜堂做礼拜真久啊，但是伊永远就伫迄个无啥注意，所以伊咧吟诗的时候，敢若哈利路亚，这伊知影。其他的伊咧甲别人看你无查你家己的信息所以我要互伊看。所以伊家己借着伊的印象咧想遐个歌词，但是拢想袂起来，所以伊一般的时阵咧唱拢不在意，还是不在意。但是唱着哈利路亚就是啥，伊特别用心嘛特别用心。但是最后最后迄个歹数伊嘛唱毋着，哈利路亚，路亚，最后愈到最后才真正正确。现在兄弟姊妹，人的心真容易偏离迄个敬拜偶像的规矩咱看豆豆先生，伊来做礼拜，伊无专心，伊无认真注意，伊连吟迄个诗歌就安尼东张西望，无查家己的即个信息啦。当然，咱即马无共款，咱即马有投影毋免查，无要紧有投影但是有拄时咱嘛是会安怎看迄投影会袂专心，袂专心咧唱歌，吟诗学了上帝。真正侍奉的是家己爱认主，家己有安全感，家己会成功，毕竟互咱伫咧即个透过即个影片，咱好好来思考，因为咱拄则嘛捌经历过，对毋对？信息66集。即个兄弟姊妹，偶像毋是干那是迄个咱看到的所以讲一个雕刻的像也是一百度。偶像有可能是任何代替上帝，诚做咱中心的一个代志。偶像有拄时有可能诚做你专门就是即个侍奉的，有拄时是钱。咱讲信靠主，其实心内的安稳是银行的存折。有时是人的娱乐，咱侍奉是为着别人，互别人看到，毋是掠上帝伫遐来，互上帝欢喜。有时连侍奉的本身嘛变诚侪偶像。咱掠手底，咱去真济都有讲过，就是圣诞的节日嘛。我有来礼拜，互牧师看到互长职看到要点名甲咱打鼓安尼，咱就有责任，咱会应尽即个责任，咱来做礼拜。耶稣讲得真清楚，咱来看即个经文。一个人无法度侍奉两个主，恁毋是爱这个，就是听迄个，佫无法度佫侍奉上帝，佫侍奉马门。马太福音第6章24节安尼来记载。咱知影上帝是即个气邪的主
伊要爱咱专心伫遐来敬拜，毋是爱咱伫遐来分心。所以事奉若无有单纯的心，咱就会变成做宗教的负担，无法度叫上帝来欢喜。第二三项要甲兄弟姊妹来分享的，就是一心选择侍奉上帝，立志更新的好业。我特别选伫拄好伫咱11月份，搁2个月，咱就要进入新的一年开始，搁1个月了后，咱要进入大港节，准备圣诞的节日。所以我提早甲兄弟姊妹伫遮来分享下，咱搁过2礼拜，第4礼拜，咱嘛要来过感恩节，感恩节。伫迄个时阵，牧师嘛会用感恩的遮讲道，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但是咱更较重要的是，咱看到今仔日一直到约书亚记24章啊，约书亚调集全以色列百姓到示剑即个所在，伊伫遐公开宣告，是公开的宣告。伊宣告一件代志，当恁要选择所要爱的事奉的，这个人就是真出名的一个经章啦，你甲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现在兄弟姊妹，这毋是口号，是一个生命的决定。选择就表示会有啥会有放弃。咱选择就表示咱会可能会有其他的放弃。要侍奉上帝，就咱免会放弃世俗真多的利益，放弃过迄个安稳的生活的习惯。所以，约书亚这个时阵已经是一个真老的老将军啊！伊一生经过真多的征战、战争、失败、胜利、艰苦，伊知影上重要的毋是迄个战功啊，毋是迄个台赢好迄个功劳，毋是产业，乃是甲上帝同行。亲爱兄弟姊妹，咱算一年会得要落尾啊，咱是毋是伫即年中间，咱甲上帝有同行？所以伊讲，至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侍奉耶和华。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一个家庭信仰的宣告。伊毋是一个人，是连家族、连后代，拢要跟对上帝。在座的兄弟姊妹，恁的下一代是毋是有缘会当参与伫教会内面所有遮的做做事奉比如讲聚会就好啊。你是毋是有要求咱的下一代，这信仰的代志？你是毋是会当甲咱的下一代，也是家族的人讲？你甲我甲我的家，我决断要侍奉耶和华。你是毋是会当做一款家庭信仰的宣告？咱活伫咧即个现代社会，价值观真混乱，确实有影，人人拢在问啥？我要安怎样来活？我要安怎样伫咧即个世间来生活？但是圣经顶悬在问的，伊大声问你所侍奉的是一谁？你所侍奉的是啥人？那即个题目，咱若会当答对了你的人生就真清楚。若对毋对，若讲毋对，安怎样搁较成功，嘛是安怎？咱一定会设真大的一条路。那主是你的主宰，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家庭、你的服侍，自然会照你的心意来安排。若是你侍奉的毋是主，一切的历史就会开始乱。而且免得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每一位同工，特别每一位中职，咱爱记伫咱的侍奉顶悬。若是敢若每一个月。头一礼拜，咱要开中职会也好，咱最后一礼拜要开，第4礼拜要开小会。
佫团结各小组，咱毋是干那即个聚会安尼尔。若毋是侍奉主的态度甲精神，我想一切的事拢会乱。若既然安尼，咱佫进一步来想，你要献互上帝的一件代志是啥物？今仔兄弟姊妹，就拄则到即摆，我一直讲年底要来啊，要到，你敢不敢亲像约书亚安尼，搁一遍日子？伊毋若是敢若一摆哦，伊是几若摆，约书亚是几若摆，所以伊搁一遍日子安尼讲，你我甲我的家，阮要侍奉耶和华吗？侍奉上帝毋是增加侍奉的职位，哦，咱爱知影一件事，侍奉上帝毋是增加侍奉的职位。有时是吼，你安静落来，定心伫遐，对准迄个焦点，对准焦点，对准迄个焦点。上帝看重的是咱的啥？咱的心，毋是咱的表现。所以过去的一年，可能你有软正软弱，有野心，甚至灰心冷淡，因为咱拢看到人，咱拢看到代志。所以，但是今仔主要搁一遍来邀请你我，转来到上帝面前，更新咱的心。所以我想要邀请兄弟姊妹，当然只有一张卡片，咱拢有摕着。这张卡片就是咱要做圣诞节期布置要用的，要挂伫咧一个所在。所以邀请咱兄弟姊妹，咱即马就会当写，甲你的名，写我是啥物人，我是啥物，我想要耶稣一个礼物是啥物，等一下咱甲来写。所以我想问咱遮个问题，过来的一年，过来的年纪，你要献互上帝啥物款的代志？你要互上帝礼物是啥物？有可能是每一工固定5分钟为着家庭来祈祷，有可能是学习原谅一个人，有可能是忠心服侍一项小小的事工，有可能是邀请一个朋友来教会。现在兄弟姊妹，即时咱就会当先写，伫等一个咱做礼拜煞，还是讲咱要奉献的时阵，你就会当容易将你的心志，毋是照顶悬安尼抄落来毋是是咱你爱想，我即世人要奉献啥物互主，要互啥物互你礼物，咱的主耶稣。所以即件代志无论大细，咱若真心要献互主，伊拢简单。所以使徒保罗伫罗马人书伫遮有安尼讲，所以兄弟，我以上帝的慈悲考劝你，将身躯献上，当作是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欢喜的。恁着安尼侍奉你所当的。今仔兄弟姊妹，即句话咱嘛常常听，是毋是？咱嘛常常看，但是有时啊，就是安尼看过。咱今仔日是毋是会当真心？目睭闭起也好，你思考甲上帝迄个关系，上帝无爱你要求做过头的事，伊爱的是你全部的心，毋是部分，是全部的心。伊是主，伊是阿爸爸，伊欢喜看咱真诚恳的回应，所以伫即张顶悬邀请咱来回应。最后，要甲兄弟姊妹来分享的，就是忠心到底的侍奉。约书亚记咱看要几年结尾一句真水的话。以色列人伫约书亚在世的日子，并约书亚死了后，遐会知影耶和华掠做以色列人所行遮个事的长老，抑搁伫的时阵，拢侍奉耶和华。31节是安尼讲，意思就是讲，一个忠心侍奉的领袖，会当影响整个世代。
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若愿意真心侍奉上帝，咱嘛会当成做别人信仰的模样。我相信有侪侪兄弟姊妹开始咧回想，咱的教会都几位信仰的前辈。有拄时啊，咱开讲的时阵会讲出来，真是会讲出来，怀念因伫世间所做的遮个见证，所行大的路。咱有拄时啊嘛会怀念某几位牧师，真毋茫毋是歹的，真毋茫是水果好。而且个生活，甲咱做伙来生活，咱的家族嘛是共款，你会当怀念倒几位信仰的前辈，像阮就常常咧纪念我的阿嬷，我拢无袂记哩我的阿嬷安怎样跪伫个涂骹，跪伫伊个房间，伫个遐西装打扮真整齐，伫遐来礼拜上帝，来敬拜主，读经、祈祷、吟诗。伫迄个眠床边仔的桌仔顶的下骹遐，跪伫遐，这我印象诚深。我小的时阵，门旁安尼偷看，看阿嬷咧创啥，哇，这个印象诚深。我的阿嬷嘛定定为阮祝福祈祷，伫客厅，坐落来伫倒换手，阮祈祷细汉的时阵，我的阿嬷时常做这个代志。我就想着做信仰前辈，有缘伊嘛是安尼。即咱兄弟姊妹，咱以后嘛是会成做信仰的前辈。你要互人安怎样来看待？咱若愿意真心侍奉上帝，咱嘛会成做别人信仰的模样。互你的家庭成做敬拜的所在，互你的性命成做见证的祭坛。毋茫有一日。当咱行到生命的尽头的时阵，最后落尾的时阵，咱嘛会当安然安尼讲主啊，我这一生所侍奉的，毋是世界，毋是偶像，毋是家己，是你迄个信实、仁爱、公义的上帝。愿咱有一天会当安尼来讲，各会父，咱做阵拢咧拍拼。新的环境，新的气象，咱连迄头前的花园，咱嘛拢有搁整理啊，这树仔有小可修整，咱若对外口搁较清楚，外在拢备办好啊，袂使。亲爱兄弟姊妹，咱做伙往咧拍拼。2026年要到，愿咱会当这2个月好啊安静落来思考，过去。现在、将来，这咱拢是咱一世人一直咧思考的遮个代志，总是有几位会当真正做到。愿主来帮助咱忠心到底的侍奉。请三个阿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的上帝，阮感谢你过去一年带阮众兄姊妹经过迄个高山跟低谷，稳定一直不断伫阮的中间。主啊，阮相信南口基督教会是你所赏赐祝福的一间教会。侪兄弟姊妹伫个即个过程的中间来经历你奇妙的疼爱，阮的各方面其实拢无欠缺。主啊，阮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满满。特别搁来，搁2个月了后，新的一年要搁开始。主啊，求你搁一遍吸引阮的心。互阮会当选择你侍奉你。若过去阮有软只软弱有冷淡，求你赦免更新。愿圣神充满阮，叫阮活出迄个宣告。你教我甲我的家，愿不断咧侍奉耶和华。感恩求奉主耶和华基督的圣名。阿门。就是咱要以信息来回应上帝的话，再来以信息第452首，上帝疼爱来遐大车体来。
其实是报告的时间嘛，请大家来看周报，我来报告。刚刚曙光甲聚会人数方面，请大家来看。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的部分。今日下晡1点会有中执会，所以请邀请来一般新来参加。台北中会有定伫11月4号拜二的上午10点伫放假到要开第74届的第3摆会议，所以本场的有务司、党务司甲大家行长拢会去参加。本教会的协会有定伫11月13到12月18，每礼拜四的上午的9点半到11点半。有伊个读书会，寻见真我读书会，导读的书目是对圣经中来找寻真我。导读人是林志清老师，请有意愿的兄弟姊妹来干事来报名。第4点，每年度的献花的方面，来嘛请兄弟姊妹来向干事来登记。另外，每年度的读经释义，每工的读经释义嘛，请干事来登记哦。一年4本是400块。关怀代祷的部分，本会杨玉珠姐妹伫10月30号的凌晨安息，所以有定伫11月13伫板桥殡仪馆来举行告别式，来请为伊的遗嘱来代祷。伫厝调养的兄弟甲带面的遮个兄弟姊妹，嘛请咱共款持续来来关心代祷，也请为泰山教会甲文化教会的教师发展来代祷，求主来保守。老师讲代祷。即个我来补充一下吼，咱先看第4点吼，每年度献花的方面，一家800块吼，意思就是咱全年度拢有每一个礼拜即个咱的连组有做一个管理咱即摆看到的即个献花是今年度一直到12月结束。明年度要有新的献花咱有新的即个表现的方式就是咱可能拢是看安尼一半伫遮顶悬所以有可能要过几份的有几份搁较庄严因为咱看咱的台下顶有较宽有较宽较宽所以即个献花的即个方式有小可调整所以要用较大份，搁较大份，可能落地还是常青的遮个植物常青的植物，可能伫像外口的，可能伫土骹的常青的植物，咱会派专员伫遐来维护。所以即个毋是当迄天你献迄个花，可能是一季3个月拢共款迄个常青的即个植物即个植物真水真水嘛专门人伫遐来培养，所以大概无得较是一季，咱就会当换一摆一季换一摆那特殊的节期，譬如讲圣诞节，咱就用当然咱兄弟姊妹献花遮个拢用伫即个圣诞节或者所谓花的部分的布置，过活节，父亲节、母亲节等等好，遮个较特别的节期的时阵，搁较丰富，会搁较丰富，所以共款咱幼园是用一届一届来认领，互咱兄弟姊妹知影。所以毋是讲，我即礼拜看，安尼顶礼拜搁共款，其实是咱要维护搁较庄严搁较水的遮个花材，伫遮来甲兄弟姊妹报告，互咱知影咱若愿意继续支持，当然咱就去后面的即个育婴干事遐填写，我要一届，要几月份共款，所以咱比如讲一季了后，搁换新的即个植栽的物件，伊的即个共款伫差不多即个所在，边的所在，看
整体会搁较水。啊，通常是有专门的人伫遐来用因为咱这火放一礼拜就熄去啊，咱来用即款较专门的即个植栽的方式伫遮来用，所以兄弟姊妹较了解一下每年都有小可淡薄的即款的改变，节期的部分会搁较丰富会搁较丰富，遮的花会摆设这是点。过来咱看。即个关怀代祷的部分咱有一位姊妹，可能上年放假遐是姊妹较熟悉伊，杨玉珠姊妹伊差不多伫3年前得到即个卵巢癌，伊差不多伫5年前来咱教会聚会，6年前来咱教会聚会，伊血迹有千入无拍算伊伫咧3年前得卵巢癌，卵巢癌真恶治疗，总是上帝保守伊互伊会当经过2年外的时间，是最近搁发作所以复发就真急真急所以一个家属嘛足低调啦因为厝内面敢若拢无信主，伊来信主所以因要伫咧11月13号。伫板桥宾馆要举行告别式，足透早6点，6点就要举行所以咱为着代祷牧师会去主持我会去主持要安葬伫咧伊的祖厝的所在庙里的所在好，这是互咱来知影一件事杨玉珠姊妹。过来，咱嘛为着主天的，咱有谢淑琪姊妹爸爸伊还未信主，但是咱淑琪真用心，要引带因全家来信主所以伊的爸爸心瓣膜心脏瓣膜受伤爱换即摆在评估在评估所以咱会当为即个家庭来祈祷求主保守谢淑琪姊妹好，以上来报。感谢老师的补充。这是时间来用奉献来回应上帝，请师傅来祷告。是咱同齐来读，今日的经句，经句是伫约书亚记的第23章的14节，请咱同齐来读。看，我今日要行世间人所行的路，并心志在高花，应上所应允所定的话，无一句落空，拢应验应心，影响我的关系。是咱来吟上言的诗，上言的诗，上言511首。
请起立来第七刷，请杨老师替咱来祝祷。当万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顶在上帝疼爱、圣神的相托，甲咱非洲兄弟姊妹三角地带，对即时直到因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请等待后面刷来互相行平安礼。请弟兄姊妹，咱来行平安礼。